家好，我叫胡燕，来自上湖街道，我是张小军老师战队的学员。我呢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，平时呢就在家里打扫卫生，买菜，做饭，然后洗衣服啊，拖地啊什么的。我呢从小就喜欢唱粤剧，这次很荣幸能够参加嵊州的粤剧好声音，希望这次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。要问新郎，谁要大呼杀
一面举起鼓噪，谁知你话语惊醒